5月20日星期二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若望福音。耶穌對門徒說：我把平安留給你們，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。我給你們的平安，不像世界所給的。我要去了，但必會回到你們中間。如果你們愛我，一定會喜歡我回到父那裏，因為父比我大。今日嘅反省，耶穌對門徒嘅愛係最深嘅，即使佢將要返企啦，亦都唔忘記派遣護衛者守護佢哋，更加將平安留俾佢哋。諗一諗，耶穌俾我哋嘅平安同世界所俾我哋嘅有乜嘢唔同嘅呢？舉例說明一下。當我哋擔心呢樣、記掛嗰樣嘅時候，平安對我哋係幾咁重要㗎？舉例說明一下。祈禱意向，祈求上主嘅愛能夠感召眾人，令社會和諧，國與國之間冇戰爭，使為生活擔憂嘅人內心得享平安。願佢俯聽。行動回應，完成一日嘅作業之後，收拾心情，藉着祈禱，讓自己嘅心靈進入平靜嘅狀態。